sen ne以后水天哦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事该土地呀，莫啥莫事该土地，莫啥莫事该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笔筒又水天又山，生命般难，给山不能可以是个给予家不。这对你的生活固定，你唔可以考虑搁加嘛？马子医生，按上你个，按上你个，要不然搁加，来代表政府啊，做人家就新办法。阿妹，酱是茶。带一个客婆啊，啊，搁架一个对桥卡的。那你娶某是要创啥？啊，就看讲破。是这。我今日经过遐时阵，遐那跋倒啦，来叫人去。哎，老子。哦，我看你安尼，逐工笑眯眯来上班，还阁有人帮你传便当呢。哇，有人照顾就真正有差。安怎？最近真幸福哦。什么？你转来？你正来啊？嗯。那我们整茶。啊。你对拓展文化协会有兴趣哦？青菜款啊。其实我后上个时节有参加过，蜜蜂协会分做左右两派，以前我较支持用农民运动来抗战，过下我喜拜同山，我的想法就无相用的。我也较支持用议会方式来争取。你会讲？去同山之前，我有动态期望，不过迄个场地。其实就无人爱就看作一家人。それで失望したの？よくわかったよね。お父さんと先生もいい出たわ。うん。
也下班转来，水边泡的茶，老人讲心肝都会发，很多小姐的。日头落山，要食暗嘛？好，水去。何を置いたの？何も。これは何？做神用的谱。哦，敢有好？无好啦，衰了。是。你先讲。我想讲求心安啊。志宽啊，好啦。哥哥。来。你走来阮家要创啥？出去，出去呀！喂，你做乜嘅啊？出去，来还啦！你做乜嘅啊？出去呀！来还啦！你出去呀！嘿。不叫。给他赶出去呀！哎呦，干啥哦？哎呦！苏曼，汉娜。到花莲，荷兰人、日本人就同多，俺一家就会讲几条嘅话，没做得高腔下。今日，俺又加认识一个阿面识嘅朋友。我找到诶，有咩？係钩子呢，還有嘛？哎呦，你看，搞得我走走。哎呦，你是毋敢哈？哪去掠蛇哈？啊，规身躯拢蛇味啊！無啦，无，规工甲迄番仔做伙一世界拍拍走，行野尾共款啊！你爱知影呢？迄番仔吼，毋是普通人呢，毋知死我你。伊甲我把真侪物件呢。哎呦，啊，毋知有教你吼，安怎去剁人的头吼，拔人的皮无吼？我看你已经变番啊，你上好吼去住番仔厝好啦，去住番仔厝啦，阮遮无下你住啦。阿母啊，你嘛莫安尼烦啊，你共叫，因是阿密斯，只是因讲的话甲咱无共尔。啊，当即嘛是安怎？我讲啥你就应啥。你是当时安尼学甲安尼遐贤应嘴应舌哈？
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即摆厝内底有囡仔，爱要讲一寡正确的观念啦。囡仔，家己生吼，才是囡仔。好了，家里洗漱洗面，吃饭了。吃饭啦。果丁啊呀，不等呢？开开哦。苏妹，看我哪里的？我爸讲噶，卡拉苏啊，我里头里的。でも、手かじてるよ。構わないで。私を避けないよ。厝妹，妞诶，若去当 Q 毛的，不用来啊，无法度的。不用你给啊。无啊，有啦，你会无？就跟你呀。哎。你还摸的嘞？物件趁见你啊吼！啊，当厝里有迄个无人教死的野马，迄土地物件要哪有啥物稀罕啊？无要紧啦，放弃就放弃啊，一定嘛足久啊。苏妹，你们到上海摸的无？无诶。到上海摸的，搁当 Q 摸的。插头插面看就知啊，也使搁问啊。去摸的嘞？那到上海摸的做乜呢？你讲。我会掉了，我都无诶。你有买摸啊嘞？摸的迄个，你哪迄个？好，你发好好讲。苏妹，若桌上去摸的，听说有领理由，你桌上讲。可以。哎。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无诶。条会出爽诶。哦。条爱出爽诶，古说因南摸的保护剂，将日本其他的痛苦尸体迄么？
缘留去天数做10条，好无？好，来，连腔啊念条的书也要来。嗯。变较高调的，其他的通风就算唔到的。过几年，佢就会毕业哦。条吧，里面有一间妹，有很多乌梅口，然后唔强大细哦。仲係，原來佢冇緣分，而家應該去條台做人的妹咧。家呀哈，我爱做多少 M 耶。昨天听我说，唔好啦，快点去做好事啦。你也错了。师妹，坐点，坐呀。啊，你互因两个上大桌，啊，你是将恁老母囥伫倒哈？啊，无即马时代无共啊，大家一做伙安尼食饭，才有生一家伙啊。查某囡仔袂使上倒啦。食饭哪有分查甫查某的啦？师妹，坐点。你吼，敢若知影要疼因两个啦。你的心肝底敢还有我这个做老母的？无你嘛讲是啊道理的。够有菜，没得。食看卖。你还麻菜啊？也是喊啊，带孙妹去摘的野菜。好食，好食。阿母，你食看卖。阿母食看卖。安怎？好食吼？坐点吃。阿母，迄是啥物？阿母的衫，我衫顶悬，迄是啥物啦？摘衫的。你用迄石头要甲我地死哦！哈？阿母，唔看，野衫，漂漂，本野衫漂漂。你这个歹查某，哈！你心肝遐尼歹，你用迄石头要叫我死，哈！你要救我死？顺便，安平，老婆公，安平啊！阿母，安平啊！哎呦！你是要做舞蹈的？安龙，你莫生气啦。安龙，笑的嘛，敢安尼，生目睭唔捌看。
有人用迄个做我斗。卡讲讲，头一摆婚姻，家娘本给是来动刀嘅苦，下摆嘅结天，要留阿金婆讲道理。要不？发生嘛？阿平。阿母，什么代志？啥物代志，还着爱我讲？袂急咧。哦，袂记哦。即马厝内底大细项代志，拢是厝妹你烦恼。我想讲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即摆项袂急，就交互迄个客婆啊？你看厝妹伊嘛足欠的，交互伊无问题啦，你免烦恼啦。你真是无爱你这个老母啊！较早敢若我一个，拢是阿母你替我换厝，即马有厝妹啊，你嘛免遮辛苦啊。较早倒米伫个时阵，你拢袂安尼。都拢已经无够插啊！你讲着伊要创啥？倒米即马毋是你的新妇啊，嘛还是我的养女。我要甲伊来往是我的代志。当初是你硬甲我甲倒米杀做对，你敢知迄当阵我过甲足艰苦的？倒米无你的缘，伊对我这个做老母的是真友好，敢无亲像这个客婆啊？阿母，厝妹伊有受过教育，伊嘛足捌代志，而且我甲伊足有话讲的。我感觉我会当娶着伊，我足幸福的。你尊重我的选择好无？你要幸福，那安尼我甲你讲，就爱有家己的囡仔，才有幸福。但你拢几岁啊？阿母嘛爱你的幸福。用个伞啊！嘛个啊？你看，苏妹哦，等你老阿妹是个汉娜，安尼搞，敢唔会牙疼？唔会啦，书面按善良，看到条的出爽，要去救无问题啦。麦迪，唔过还会要笑啊？你讲哦。君主早茶，君咩早服？那你讲的意思是阿米斯汉娜迄块便宜哦？我没无了解佢掉啦。是讲，就看起来，同因反应差唔多。错啊！不管你反应还是阿米斯，你老人穷较久的，就要相互了解。我头摆又透过此又老街坊的事，我知道天才破除族群的偏见。不管你反应也是歹人，都会认啊。当然你讲，没有道理。get Q 大哟！我家下堂东老阿母讲的吧。头摆都交问阿母啦，毋过甲俺有老阿母讲，对遐意思都交问。唔好啦，学阿母。阮唔管，安尼阿母要欠呢。阿母安大细，离家动辛苦，遐交本来可安心啊。阿母嫁来你某，
说好做好，不过大部分的时间都听阿哥。来法庭讲过后，也无法度本日继续过好日，我意过唔得，我希望体谅我。ありがとう。咸咸的咯，咸咸的咯。做对，做对。对吗？来，你吃啊。三，乃是三，四，阿母，阿母早晨又看到三哥，就讲我去阿哥去骗。大车吼，无一个平安啦，啊，着搁安尼风糟蹋，我要哪带会落去啦？阿母，莫走啦！阮后生即马吼，拢听你的啦。厝里大细项代志拢你管，我当遮是要创啥？阿母，莫生气啦！今仔日哦做唔好，也要改，莫走啦！对啦，阿母，厝妹伊无迄个意思，你甲误会啊啦。恁翁仔某吼合作伙，你误解我啦！我哪着当遮互苦毒？我要来挖阮大的啦！阿母，莫走啦！你若真正敖吼，你着紧替阮安平生一个后生啦。到时吼，我搁倒来看阮孙仔啦。阿母，阿平，还算阿母去查着。阿母。今日阿金婆就转去宜兰罗浮咧，无记叫到上个泰国写信的来讲，阿金婆报了老人片，就安尼无搁转来咧。来。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书妹呢？水摕来。伊啥人睡哦？多好水呢。哦，安尼哦，敢爱看啊？等一下啦。啊？今本日係好日呢，嘛个好日呢？祝新娘送子嘅好日。啊？哦，
嗨，岛上沃卡夫群，好多人同多，卡场嘅好多花，咩紧讲紧张嘅。大礼拜有一日，岛上会出夜班，卡场就会送饭店嘅去本岛上。阿平，吃饭了，来啊！肚记吼。很小小的呢，唔少的吼。无啦，先生恁通未？唔紧哦，你上班也是小的，不过不卡多呀，就算器材没有20分钟，那你帮行搬走，会扣的啦。唔会啦，假使。今日顺利冇？二嫂，どうしてんだ？伊がない。ロイヤーでは死なせられない。ちょっと待てろ。祖妹，你先转，那有事情要处理。哦，好，你冇喊啦。恰汉。確認してくれ。はい、そうです。穴を掘って埋めよバカ野郎！このやつ放っておけ。う。これでいいのか？これでいい。おい。証明してください。卡奖唔用哎。有事情，假使。来。行くぞ。はい。救医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汉上，先生，我有一个犯人，看守所，看伊就要断开啊，就凊彩找一个所在甲待的，我看就唔甘的，所以来这拜托先生，看伊有救我。好，甲跟你来看卖者。谢你啊。
伊强要断开安尼。敢够救？仪器内底吼，拢是痰，按啥？伊是啥物人？农民组合内底，敢讲伊都是啥汉？破病足久啊！康秀秀医官讲无救啊，嘛有通知伊的家属，啊，毋过因兜的人住伫西部，所以康秀秀的人就搁等伫山顶抗地。先生，我知你意思好，是毋是会当过来救看卖？伊目前的状况啊，有较困难，也毋过我会尽力试看卖。伊伫农民组合内底真出球，真侪人拢学到伊是女英雄。我知影下汉好厉害代志。当来看水秀的时阵，身体还阁足好诶。若是因为安尼过身呢，伊心内底一定足毋甘愿。是啊，那真正是安尼，就出无天理。先生，再拜托你啊！啊，阁有千万袂当互别人知影这件代志。我知影，官方无应准你救伊。ありがと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你再来啊？系啊。左汉部的事情了呀？你们怎讲？然后去送到先生去骗。啊？安尼有变尔麻烦无？去帮忙去骗啊？去咯。去咯？安尼唔冲哦？系啊。没有通知不开人呢。不过暗判地其实都康秀秀，故说来带伊去先生去骗伊看啊。伊迄没有换到车喊，你会伫啊？我看到文件，蛮司机。唔司机，竟伫伊个农民组合的。就是太府农民的事情，佢出son做得审查，咪叫过佢，曾经冇想到，佢喺呢本巡查捉到。系啊，啊叫上判下落，我去管办。如果佢骗我董洋葱，我说咱忙去管。你还有救吗？唔伫诶，先生咩唔敢讲，请你啦。该做得去看佢冇？没好，那伊敢无奉骗？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これは昨晩の助監4号室の報告です。はい。移送したかい？はい。規定通りに。了解です。
好姻缘，好姻缘，真正是好姻缘。原来你甲细阿妹拢是暗送的家属啊！是啦，我甲车汉哦，以前都有熟识啊。啊，伊即马，昨昏我才甲伊戏部内底的痰啊，拢抽出来。假使伊若有法度渡过今日，都希望会当活落来。我看伊吼，敢若连死拢唔惊呢。虽然伊即马人无意志哦，也毋过伊生命韧性佮求生的意志拢足强的。你绝对感觉会出来，伊当咧甲病痛对抗。你免烦恼，我会做细你甲看过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你转来咧？哎，你要安呀？系啊，去先生几片啊？哦，车汉叫转来。车汉，真紧的哦。嗯。啊，先生嘅意思咯，实在很强哦。我想听讲你再过去看机。好啊。车汉，我讲话，三彩出妹啊！你可以认识我袂？你会晓讲葫芦话哦？即摆会晓啊！你哪会伫花莲？阮翁是康叔叔的你安平。我讲你是去做民望。我有做糜，你捌倒枵啊吼？每一摆拄着你的时阵，我拢是倒的。真正。是。我实在足佩服你的，你有影无简单。你即摆是咧甲我笑？你好看到查某人会当做无同款的代志。你精神啊？我都可on啊。我都可on啊？是啊，我都可on啊。甲讲你唔知影外口拢叫伊我都可on啊。对啦，就是查某人拢无要滴。意思是讲吼，我一点查某款拢无啦。俺谈咯有我啥我好诶，我那套就脱卡，卡背后我他咧都脱卡，是干嘛的天魔难得魔，你给拉得都脱。哼，我得死我喜么，拢要入去。それだけ話せるなら死にません。经过从先生嘅治疗，车汉嘅命保起来。规划得真好。不过，
岛上老车汉带到总先生这片的事情，啥本人记唔记咧？安尼要本人此条路吗？应该唔会啦。也件事情，等过本来就准，不过嘛要写的啊。就长期来讲，也无做唔错。也有人去报，讲人的神圣嘅片，都是请唔到人，也应该就冇事情的。真紧好。还讲，过来一摆，我要救济吗？当然要救啊！凭良心做事情，你讲真紧用的，就会天公无天数啊！有冇看唔错你？有乜嘅事情，人向下談。通安尼讲，我就安心咧。はい、分かった。山田君、ちょっと。はい。アンさんのことをちょっと調べてくれるか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命令を受けてこの診察所を捜索しに参りました。ここに犯人が隠れていると疑ってるのかね。アンさんはまだ日本名に帰ってないのは一体どうなんだい？师妹，我读书嘞，汉拜做唔得怪用到了。我老公。豆上。你先好了。就给天。